預計比特幣喺5月20號咧就會升到11萬㗎啦。比特幣主要反彈原因就包括機構採用啦、避險資金嘅流入同埋特朗普提議嘅相關政策預期嘅，亦都有分析師提出比特幣同美股脫鈎，獨立行情可能預兆市場對比特幣避險屬性嘅重新評估嘅。外界主要嚟緊5月份都係睇升嘅，其中 Changelly 同埋 Investing Heaven 更加提出波動性減弱之後咧就會開始一段上升趨勢㗎啦。喺今年嘅8月份到10月份咧，價格有機會達到11萬到15萬美金啊。而 CoinCodeX 更加預計比特幣喺5月20號咧就會升到11萬㗎啦。咁我自己保守少少嘅，如果價格可以企穩8萬8到9萬蚊呢個價格區間咧，5月份預計咧可以達到9萬8左右嘅。但同時要注意會唔會向下測試支撐力量啊？而再下面嘅支撐方面咧，要注意8萬蚊至8萬2呢個區間。如果今次向上突破失敗並跌破呢個支撐區間咧，好可能會繼續下探至7萬5或者更加低嘅位置嘅。咁再睇下 CoinRiser 方面咧，數據顯示近10年比特幣咧，我哋5月份咧最起碼會見到6% 左右嘅升波幅。而根據佢哋全年入市時間表睇到咧，最高價格咧會喺6月中段左右咧達到9萬7至9萬9水平嘅。不過戴翻頭盔先，因為現階段咧加密貨幣市場咧太受消息面影響啦，價格變幻莫測，所以無論你信唔信佢哋講嘅嘢都好，一定要做好風險管理 ，set 好佢止損。咁以上就係比較中長線嘅睇法啦。喺我免費群組咧會提供每日4到6個即時日結嘅交易信號嘅，有興趣加入咧可以立即 DM 我。多謝支持，我哋下次再見啦。